你好心咧呀，词汇老短句以后，三个来就会句型嘅部分。咁下短劇啊，又提到過年嘅時節，大家都無閒乜嘅呢。嘅你咪做得來好心一下，來問佢哋講年節都會做哪條嘅事情，行個回答應用版來回答呢？像係拜天公、掛紙、拜阿公婆，呢一條嘅客家話又會用嚟講呢？年節嘅時節。你的無閒乜嘅？逢年過節的時候，你都忙些什麼？南西人愛用版講呢？年節嘅時節，唔係無閒乜嘅。做得應講，我愛拜天公，我要拜天公。也係唔做得講。我愛去掛紙，我要去掃墓。也係你咪做得講，我愛拜阿公婆，我要拜祖先。哇，按到嘅單詞老記性，唔知大家都好唔會忙啊？雖然也條嘅詞彙吼，上次可能唔會用到。但是節慶到嘅時節就接上出現咯，希望大家做得先學起來，時間到咧就做得來用到呢條詞彙咯。哇，韓國時間真係各位凍腳嘅，凍腳出到過年又到人5月節咧，嘅你出來看下嘅，睇得老阿面有乜嘅計劃會發生呢條嘅事情咯。